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7季生活教育第7集原動力。好多時我都唔知自己講緊啲乜嘢，唔係因為痴人夢話發噏風，而係言辭好多時都夾帶私貨，具有內在語言。喺通過反省或者學問之後，眼界打開，先至發現故中來雲。所以當做學問為咗摸索真理事件，不再為交功課而交功課嘅時候，其實可以係門好玩嘅興趣同埋歷奇嘅。以前教布定厄提出嘅文化中介人，有同學寫文時用中介人，當時聽落好似賣樓嘅中介經紀，有啲抗拒。如今對布定厄講論掌握多咗，個今時作非，用文化中介人翻譯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會減少對其角色產生望文生義嘅誤解。呢點我要負上一啲責任。文化中介人如前所述，將階級之間嘅矛盾緩和，根據布定厄減輕新興階層對固有社會結構造成嘅衝擊，團結整個社群。而我就將之引申到香港喺美中地緣政治之間嘅中介角色，結果被污名為顏色革命同國安禍患。我會以文化揚聲取代文化中介人角色。揚聲既帶有陽氣不合時宜或妨害人性成長嘅一面，同時又具備保留同提升優良傳統嘅另一面。以前幫忙喺中學搞生命教育時，接觸到一位有心嘅老師，最令佢自豪嘅係佢曾經家訪一位遇上困難嘅同學，結果嗰位同學成為少數能夠進入大學嘅一位。而該位老師設計嘅生命教育，包括安排同學訪問老人院，聽長者講佢哋嘅故事。其中一位同學得出嘅感想係，佢要努力生活同工作，唔好老去後慨嘆平白浪費人生啊！有意識地同人對話，而唔係單純傾下偈，或者存在個人功利目的，對參與各方都可能帶嚟鼓勵、靈感同埋開放胸懷嘅歡樂。意思係互為主體，並非單純指胡塞爾現象學嘅感知方式，如何自主地營造生活世界等，好似好艱辛嘅觀念。講緊乜？喺生活世界中互為主體，即係同行。與人同行嘅意思，而且不單止係構建有機共同體所必須，更加係叫人歡愉同美妙嘅溝通方式。又翻去蒙田生活教育觀，喺俾居松伯爵夫人嘅信件末段相當大嘅篇幅裏邊，佢頭腦清晰地講論不以課程強加於人，或者以學校權威規訓人嘅教育原動力會喺邊度出現呢個問題？蒙田首先強調生活喺狹隘世界叫人無知，大陸人就係個好例子。學外語可以叫生活世界擴大，向更多人領受教益，但係仲可以多走一步，仔細分析人家嘅語言。喺階級分明嘅社會，不同階層嘅語言未必一樣。同樣道理，人所處社會地位不一樣，同樣會有唔同嘅語言表述。但係古今中外都一樣，誠實總係難能可貴嘅。説話誠懇，根據蒙田，叫人閃匿住良知同埋品德。説話犯錯，就算未被發現，亦公開承認。以中環價值嚟講，咁做根本係傻得徹底，對特府高官更加係不可能嘅任務。可惜誠實未必淨係關乎勇氣，但絕對同人嘅判斷力有幾強分開。當人堅持或者否認犯錯，久而久之，佢只會生活喺好灰嘅世界，冇黑又冇白嘅世界。你眼見雲福苑人和發展至今，同所謂高官嘅言行，如果你仲未醒覺，不分青紅皂白嘅人係最卑賤、最可憎嘅人，幫唔到你啦。要明白唔同人嘅言說，就得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如果你生活圈子被好多人云亦云嘅朋友圍繞，更加要留意從人嘅說話探究每個人嘅價值，唔係講佢嘅價值觀，而係留意佢嘅見地同長處。無論係草根階層唔好嘢嘅人，或者老人甲乙丙，多觀察多聆聽。蒙田認為
用處良多。佢寫道：因為一切都有用的，哪怕是別人的愚蠢和缺點，對他也不無教育意義。通過觀察每個人的舉止風度，他就會羨慕得體的舉止，鄙夷不好的態度。所以誠實、黑白對錯分明，就能樹立起人嘅判斷力。對具判斷力嘅人嚟講，任何喺佢面前發生嘅事情，對佢都有教益。蒙田叫我哋留意，普魯塔克寧願我們頌揚他洞察是非，而不是學識淵博；寧願激起我們對他的興趣，而不是對他厭倦。至於點樣提高人嘅判斷力，對事物洞若觀火，除咗耳聽八方，仲要將視野打到最開。有人問蘇格拉底係邊樹人，佢唔講雅典人，佢回答世界人，唔係講緊世界仔。蒙田嘅解讀係蘇格拉底比我們有更豐富深湛的想像力，視宇宙為自己的故鄉，把自己的知識投向整個人類，熱愛全人類，與全人類交往，不像我們只注意眼皮底下的事。別無他途，自我定位要寬廣，見多識廣，自然目光銳利。例如命途多舛，就會接受自己命運唔會有奇蹟嘅事實。但係，蒙田嘅洞見係帶10個輕騎兵攻佔一個雞棚咁樣嘅防禦工事，就名留青史。可是為自由而倒下嘅英烈，好多長埋地下，消失喺遺忘之中。對見多識廣嘅人嚟講，會唔會對呢啲事有唔同嘅體會呢？好似話反過嚟鼓舞我哋多啲勇氣，到世界盡頭山卡拉嘅地方尋找良師益友，攞反秦復港嘅秘笈，越威脅越唔驚呢？蒙田引用畢達哥拉斯以奧林匹克運動會比喻人生。畢達哥拉斯睇到奧運會裏邊有人參加比賽攞到名譽，有人為咗賺錢去兜售商品，更多人食花生睇眾生相同發生嘅事，嘗試理解他人嘅生活。例如乜嘢叫人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目的具體而實在，就係為咗調整自己嘅生活。蒙田形容人一旦識得選擇生活，認識自身嘅渴望同埋角色，佢就自由自在。正如胡塞爾拿捏嘅主體自由體系，因而能夠同自己以及同他人互為主體，並肩同行。好耐以前有位同事嘅女兒入咗名校，發現女兒渴望返學，原因學校做到開心學習。我講唔到細節，一來當年冇問清楚，二嚟我又冇類似經驗，只試過好驚返學，而且好長時間都唔知返學為乜，只被訓練成為一個缺乏自信嘅人，對世事亦都相當悲觀。蒙田卻非常樂觀，佢唔會只着眼於目下嘅困境或者挫折。冇錯，今日香港情況比以前差好多，但係更壞嘅事情經常喺世界各地盛大上演。與此同時，又有唔少地方人依然歡顏笑臉咁勇敢地生活落去，讓我哋都曉得借助世上仍未熄滅嘅正能量，為人人都有嘅主體自由特質發放異彩啊！蒙田生活教育學嘅原動力源自擴大生活圈子、豐盛生活世界、開拓視野同埋目光遠大嘅判斷力。呢啲意識同自我定位當然顛覆官式教育，尤其是法西斯洗腦宣傳機器。生活教育反過嚟叫人擁有平衡而自由嘅自我觀，喺遠近觀、悲樂觀之間拿捏到最適切當下事理嘅重點。適切當下事理係生活教育另一原動力啊，相當有意思㗎。蒙田喺一小段嘅論述裏面已經預示咗4個世紀後胡塞爾好重要嘅哲學論述啊。蒙田論及
為生活優先次第作出抉擇嘅時候，指明必須將注腳點立足於正確而自然嘅範圍裏邊。佢評論當時嘅科學，就算係最優秀嘅部分都唔適用嘅，甚至好多係冇用添，可以棄如敝履。而蒙田即遵從蘇格拉底嘅教導，將生活教育界定於實用性之內。佢仲引用荷拉斯嘅格言，叫人不論順逆都勇於面對生活，無需以抽離同冇用嘅知識作為中介。正如今日香港被殘暴單向嘅極權所壓制，明光社蔡志森講兩句同自身公職有關嘅公道話，都被惡意批鬥，被國安威脅。喺咁嘅情況下，爭論某學術研究方法客觀與否，或者中港融合種種模型，會叫人變得更聰明嗎？荷拉斯指正咁講：想成為智人，那就行動吧。遲遲不敢生活的人，就像等河水退卻後才敢過河的鄉下人，可河水卻從來不會乾涸的。論語更一語中的，立於言，敏於行。諷刺地，現代社會卻描述人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則言之，推動人參與生活嘅原動力，被一啲所謂價值觀取而代之啊！我哋面對嘅不再係生活，而係現實。現實並非直觀就可見，好似飲酒食煙係通過學習而獲得嘅品味 （acquired tastes）。正如文言先驅威廉斯所言，現實並非眼所見為真，而係通過好多規則而構成嘅。呢點我又重播啦，人家叫你現實啲啦，意思叫人以公理同埋數字度量一下先，係種基於市場交易機制嘅理性。譬如講，我有咩着數先，或者冇咁犀利，諗點樣可以叫我付出同埋收穫得到平衡啊？比較抽象，同樣強而有力，就係點樣喺社會功能上邊勝人一籌啦。喺收入水平之外，更關乎地位。簡單如做地盤，抑或做白領，加上職業技能需幾長時間訓練同晉升過程等等。當訓練時間越長，就會越專業，越受人尊重。呢啲分類方式牽涉權力分配，構成我哋心目中嘅現實世界。喺呢啲現實世界裏邊，並冇作為人之為人嘅原動力，只有誘惑人、煽動人動心嘅角色報酬同好處。下集講公德心同叫人快慰嘅哲學，就係呢啲報酬同好處嘅反例。為免悶死大家，簡單講下胡塞爾點樣展示人正確而自然嘅生活經驗，以及現代科學點樣叫人失落故中嘅原動力啊！曾經喺笛卡爾文章讀過，當直觀見到一啲幾何圖形，人就可以喺腦袋裏邊推想出千奇百怪嘅幾何形象，根本唔需要見過嘅。至於胡塞爾，即討論作為近代幾何學同物理學推手嘅伽利略，我對伽利略冇乜認識，只能夠從胡塞爾評論中我能夠明白嘅部分同大家分享。伽利略以數學將有關學科概念化。意思係以數學邏輯成為可見現象嘅替身，目的以人造語言系統數學征服同利用大自然。結果係每個自然事件被觀念化之後，該自然事件就必須服從精確嘅數學規律。胡塞爾稱呢種技術化進程為發現與掩蓋啦 （Entdeckung 同埋 Verdeckung， 意指一方面以數學推演同埋證明揭露自然事件喺觀念上邊嘅模型，叫人認同機械原則上一致同埋可以無限發展落去嘅科學規律；另一方面，呢種發現掩蓋咗一般自然事件嘅因果關係。當我哋服從咗人為規律，唔單止幾何同物理學，亦都包括社會科學，發現數字上面嘅規律，因而忘卻生活簡單而直接嘅因果關係。例如以外掛嘅時間表架設喺人與人之間具體而自然嘅交往同埋互動上面，自然叫人感到無聊乏味啦。所以
蒙恬強調生活抉擇必須立足於自然嘅範圍以內啦。下集繼續，心情再唔靚都要抬頭看天大地大。